嚟到潮州有一個必去嘅地方，就係潮州古城。佢講啲旅遊大巴就唔可以直接入城，所以遊客就要集中喺呢個位置轉車。係唔係有咁嘅需要呢？就無從稽考。不過解決咗部分就業嘅需要，效果就可以好肯定啦。潮州古城位置就喺廣東省東部，外邊就靠近住韓江，佢就喺韓江嘅中下游。潮州市嘅雙橋區係一個有好耐歷史嘅國家文化名城，裏面融合咗閩南、客家、廣府同埋潮汕嘅文化，有豐富嘅歷史遺跡同埋古建築群而著名。面積約莫係3平方千米。總共有720幾條打橫打直嘅大街小巷。資料顯示，潮州古城採用咗外曲內方、四橫三縱嘅設計。咁深奧嘅嘢，我都係唔好扮專家，講下所見所聞就算啦。呢個呢，就叫做下水門，旅行團多數都選擇由呢個門入，因為佢比較近車站。亦都有啲團選擇由廣濟門入，下水門出，咁樣去車站搭車呢，亦都係好方便。點樣行就交俾導遊去安排啦。穿過咗厚厚嘅城牆出到嚟，首先見到嘅就係守候喺街道兩旁嘅三輪車。啲車夫們虎視眈眈咁樣，準備摘攰而逝。我哋喺高鐵同埋巴士總共坐咗3個幾鐘頭，當然就唔會咁易俾佢氹咗上車啦。由街頭望落去街尾，都係無盡嘅商鋪，中意買嘢嘅團友就已經開始興奮，心諗裏面梗有一款啱自己嘅。街邊嘅攤檔同埋商店，好多時都見到呢種橄欖汁同埋油甘汁，微微酸咁樣飲咗幾開胃，都幾適合潮州呢啲以食為主嘅行程。另外就係潮州牛肉丸，係呢度有名嘅特產，所以有好多間店鋪都係賣佢，有啲仲可以試食添。呢度係開元寺前面嘅一笪空地，亦都係潮州古城嘅中心點。除咗俾商店包圍之外，另外仲有啲表演同埋小販攤檔。一場嚟到，如果唔幫古城振興下經濟，係唔係會有啲唔好意思呢？呢度見到有間桔餅，門口好多真桔假桔喺度，佈置得幾趣致喎。咁就又去睇下有冇啱嘅，啱嘅亦不妨運個桔返香港。哇！但係估唔到原來有成10幾種味道咁多喎，好彩可以試啱先買。開元寺始建於公元738年，即係話已經有1200幾年歷史啦。最初呢，就叫做蓮花寺，元朝嘅時候就叫做萬壽禪寺，明朝之後呢，就改稱為開元鎮國禪寺，一直用到而家。喺國內好多地方嘅寺廟都需要購買門票，但係呢度嘅寺廟就唔需要，足以證明潮州係一個幾富裕嘅地方。因為門前就係古城嘅中心，所以絕大部分嘅旅行團都係用佢作為集散地。你係唔係欣賞古蹟嘅輝煌都好，你都需要知道裏面係提供免費洗手間㗎。
旅行團嚟潮州古城，一般都係唔會包午餐，主要就唔係因為慳，係因為古城裏邊實在太多食肆啦。你話唔俾機會你試翻一兩間啊，真係會嬲你噶。見到呢間和記，啲客人啊坐到出晒街啊，咁啊又係相信下群眾智慧，試下佢和唔和味先。鮮蝦腸粉大份賣25蚊，啲姐姐仔就直情可以當一餐。我俾佢嘅評語就只係抵食2個字。轉個頭望過去，呢間牛醬醬亦都見到有啲網紅介紹過，門口有個哥哥仔喺度表演打牛丸，佢用一種幽怨嘅眼神邀請我又點忍心拒絕呢？坐低就叫咗碗牛腩加丸，成為30蚊。環顧左右，發覺你無論叫牛雜或者牛腩，佢都會好堅持咁樣俾碗牛雜嚟，為咗心境平和，就逆來順受好啦。或者索性叫碗牛丸，佢啲牛丸又真係幾正噶。食飽飽想話出嚟飲杯咖啡呢，又要認住呢隻馬騮仔啦。佢表面上係一間瓷器店，但係佢樓上3樓有一個休息室，其實係一間咖啡嚟噶。行到攰攰地上嚟休息一陣，用過洗手間之後，享受一杯精緻嘅飲品，由高處俯視一下古城嘅熱鬧，都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早就講咗嚟潮州食先係重點，好快又到咗下午茶嘅時間。今次嘅下午茶係鴨母黏。喂，湯圓就湯圓啦，咩鴨母黏啊？哦，原來係形容佢浮喺水上面，好似鴨仔咁。嗱，未飽唔緊要噶，仲有春卷大條。潮州古城加多個外號叫做潮州食城，相信都當之無愧啦。古城嘅重點就係城，嚟到咁有歷史嘅城牆，又點可以唔上去打返個卡呢？呢個呢，就係廣濟門嘅城樓。以前大叔嚟嘅時候好似係唔使買票嘅，但係而家就要每位30，裏面會有啲歷史嘅舊相，並且配埋文字解說，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自行參觀啦。此外，古城牆嘅外面就係廣濟橋，喺潮州亦都係大有名噶。由廣濟門一行出去就係廣濟橋，佢又叫做雙子橋。特別嘅地方係集合咗梁橋、拱橋同埋浮橋3位一體，中段係用船隻連合埋一齊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解開。呢條橋始建於南宋，要係公元1171年。相傳某一日，韓湘子同埋廣濟和尚喺度鬥法，大家一齊起一條橋鬥快。湘子呢就由東岸起橋去西岸，而廣濟和尚就由西岸起橋去東岸。但係到天光之後，比賽結束，兩位都未能夠成功起到一座橋。由於兩條橋都只起咗一半，中段就只能夠用船隻嚟到接駁。亦都係咁樣，東岸嘅居民就叫呢條做雙子橋，而西岸就叫佢做廣濟橋啦。既然今次嘅行程係以食為主，咁晚餐當然亦都係大有名堂啦。講係咩名堂之前，有樣嘢要大家幫下手，就係請大家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多謝晒。相傳喺南宋末年，宋帝昺一路走難嚟到潮州，喺潮陽縣一間寺廟裏邊歇息。寺裏邊嘅和尚呢，見佢又攰又餓，但係寺裏邊呢淨係得一啲野菜啫噃，於是就用一啲野菜幫佢做咗一碗湯羹。哇！點知佢食咗之後呢，讚不絕口，
於是就賜一個名俾佢，叫做護國菜。估計喺宋朝嘅時候，啲僧人應該係用莧菜、菠菜、蕹菜同埋其他雜菜嚟煮湯。後來到咗明朝，因為引入咗番薯，以後主要嘅材料就改成為番薯葉啦。各位觀眾，佢就係今晚嘅主角護國菜啦。我哋下集再會，拜拜。